转来啊！你来规身躯不安尼啦？啊，头路因为安怎？我听你阿兄食吼，讲你转来，我搁惊一个，这阿牛实在是也袂晓留你伫高雄加佚佗规工。我是安怎想？啊是啥物代志啦？你是毋是甲阿玉啊冤家？甲阿母讲？阿玉已经有男朋友啊。衫裤唔紧换换咧。唔免，你讲阿玉有找男朋友，啊，伊是做啥物？医生。我找无头路，但伊好脚好手，又讲是医生，我摕啥物甲伊比？我唔知要安怎了。这个阿强哪会安尼啦？是讲吼，男朋友也毋是翁啊，只要伊还袂结婚，你拢嘛有机会。你真介意阿强，阿母嘛共款，只要你好好振作，阿母会支持你。我好心哦，甲因介绍头路。家己无才情啊，迄人无爱用伊啊。反倒转来吼，讲找如玉出水啦，真是莫名其妙嘞。如玉啊，因迄种人哦，心理拢怪怪，咱莫甲伊相交杂啦。建华，其实吼，如玉会用糟蹋啊，这拢是你的责任嘞。阿伯，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讲吼，恁两个规矩较早结婚啦，啊，互我哋陈善琴哦较早死心啊，安尼对大家拢嘛好啊。这位就是迄个医生吼。你好。伊叫做黄建华。阿上紧到伫咧？伊出去散步啦，可能袂遐早转来。阮准备要结婚啊！阮阿爸讲，安尼对上紧，甲阮两个拢较好。恁阿爸讲了无毋对啦。安尼上紧敢会想袂开？袂啦，我家己的囝，我对伊有信心。你毋通看阿景安尼，其实伊真坚强。你放心啦，我会豆豆甲讲，讲一句坦白话。阿母本来对你有误会，啊，毋过即摆看到建华，我会使确定。你嫁予伊，一定比嫁予阮阿景啊较幸福。阿玉，你的决定是正确的。阿玉啊，自细汉就足乖的，你会用得带着伊，是你的福气。你一定要好好对待人。我会啦。我先来走啊。孙行。我是要安怎甲阿强讲？
我咧蒸菜脯卵啊。你要食什么物件？你甲阿母讲啊，你也家己煎啦。阿母，无啦，迄个医生哦，定定煎这个菜脯卵互阿佑食呢。我袂当输伊，我嘛蒸菜脯卵嘞。哎，我家来，我家来。说你说你，阿母歹势，哎，我家来。其实吼，阿母啊，敢若加这个味素？唔免啦，卵内底就有甜味啊啦。好。一下盐。阿母，你食看觅。食看觅。阿母，我蒸菜脯卵，袂输迄个医生。自细汉，阿勇上照顾我，上关心我。伫这个世界上，除了阿母以外，都是伊上了解我。我一定袂互你失望哦！我会带伊当倒来，做你的媳妇，好好照顾你。来食。好食吧？袂歹食啦，有较咸淡薄啊。对啦，都写较咸的啦。迄个阿勇哦，上爱食迄重甜的啦。吼，来，我甲你食看觅。来，拄好啦，好食呢。心爱的，心爱的，再会啦，再会啦，一朵情花，啊母情花，可比母亲的。哎呦，哪会遮紧啊？阿母，阿母，我去菜市仔买迄菜脯回来。啥物件？无啦，是红贴仔，啥几份啊？我看者。
放心啦，是你就是你的，袂走去啦。是啦。即摆如约交互你啊吼，爱好啊疼惜啊。我知阿爸。如约，你即摆要嫁人吼，爱帮人啊饭碗，是大人爱人友好，你知吼？阿爸，你家身体来保重呢。知啦，是身教，咱来。心爱的，再回来。情花，阿母情花，可比上紧，上紧，竟然阮如约结婚呢？啊，你来要创啥？啊？恭喜！我祝你永远幸福快乐。计划，我已经嫁互你的，拜托，你一定要好好对伊。会啦，我会。